上床啦，仲經。歡迎大家嚟到李老師的中文課。今集我哋會講下部首、口字部同埋謂字部。好多人用大口同埋細口嚟到分辨呢兩個部首。相信你哋都知道，口呢個字係嚟自於象形文字，好似張開嘅嘴巴。隨住時代嘅演變，成為咗今日你見到口呢一種寫法。咁而謂呢，表示圍住、圍繞嘅意思。作為部首，就因為夠大，可以將所有嘅部件放喺裏邊，同口字形似，但完全冇關係，係一個全包圍結構嘅字。口部嘅字大多同口部動作有關，例如吃飯個吃字、喝水個喝字、唱歌個唱字、哭鬧個哭字，或者大吵大鬧個吵字、大叫個叫字、嚇人個嚇字、嘔吐兩個字、提問個問字等等，都係口字部嘅字。問呢個字好得意嘅，佢唔係門字部，記住啦。而謂呢，字唔多，但你一定會識得幾個嘅，例如大圍、沙田圍個圍字，同部首一樣讀音。團圓兩個字，新年、中秋，我哋常常都會用到團圓呢個詞語噶。其次有圖書館個圖字，因為所以個因字，困難個困字等等都係謂部。仲有呢兩個字，呢兩個字嘅發音呢，就係囫圇，通常我哋會搭配喺成語度用嘅，叫做囫圇吞棗，係出自於宋代嘅成語，有貶義之意。字面上嚟講，係將粒棗成粒咁樣吞咗落去，實際想表達嘅就係對事情呢冇深入了解。咁你哋食嘢嘅時候都會咀嚼下噶嘛，咀嚼之後就會知道呢個咩味或者有冇渣。好似學習咁，如果我哋呢唔思考，係咁讀係咁讀，係啊，你好勤力啊，但係都唔知讀咗啲乜。所以呢，我哋就唔好囫圇吞棗咁樣讀書咯噃。最後考考你，一個細口加個大口會係咩字呢？部首又係咩呢？咁答案呢就會喺下邊說明難度嘅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